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另外是关于欢收看7月27日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机场对民国40年作为松山国际机场的辅助机场以后，64年才正式成立民航服务，一直到台南关市合并以后，正式提升做国际机场。虽然一路行来旅客运量起起落落，不过现在一步一步伫软硬体甲国际航班的持续发展，营运已经大幅度成长。然后航站伫面对8月1号65周年庆的同时，被搞出一张真水的成绩单。台南机场对关市合并以后提升为国际机场，虽然会当运用的空间有限，不过航站积极提升机场的规格。103年度除了顺利完成国际线出入境分流工程加通关的作业区，方便旅客进出。104年度经台湾巨型的行李运输带，建立10线的国际线报道柜台，一步一步提升软硬体设施加免税购物服务。机场伫武汉、香港、台北以及越南、胡志明等航线发展以后，旅客运量更是大幅度成长。航站预估今年可望突破33万人次。我们这3年来的这个营运呢，不管是客量还是我们的税收的部分哈，我们台南航空站都有增加，并且都是2位数以上的成长。好，那在这一部分呢，包括到我们的整个航点的增加。包括我们到这个东南亚的航点，我们的增加的部分，目前就是有福志民士飞台南的这部分。那未来我们预估呢，因为我们航站整个的入出境的分流，国内跟国际线的分流，报到柜台的一个设置完之后呢，我们对于未来的国际线的飞航能够有更便利的通关作业。那这部分的话，航空公司因应市场的需要，将来一定会飞航我们台南机场。会有一个更大的一个成长空间。在营运量大量提升之下，嘛成为台南机场8月1号65周年展庆上好的生日礼物。另外，前景台南嘛持续将餐饮品牌撒向国际酒店。7月28号嘛正式进驻机场营运，卖咖比加美食料理，提供旅客登机进前真好的享受。我们顺应这个国际机场的一个形式哦。那我们饭店进驻这边很荣幸哦，我们把我们最好的餐饮哦，还有一些我们的轻食啊进入这边服务，希望我们的国际的客户能够享受到国际饭店的一个美食啦。那我们大概所卖的点心哦，就是有我们的蛋糕啦，我们的面包啦，还有我们的轻食，因为这边客人有时候飞机上会比较赶一点的，所以我们做比较简单的，像我们的牛肉烩饭啊，或者什么牛肉面、排骨面，这都是我们饭店里面最拿捏，而且最好的一个美食了，来提供给我们的国际线的一个客户来品尝。这是我们绝对会把配合这个国际机场客户做的最好的一个服务哈。台南机场虽然空间有限，不过小而美、应有尽有的服务，嘛成为车公观光旅游上界精彩途径。但新闻管及郭博义采访过的。急性脑中风是现代人一段健康的杀手。过去把黄金时间做血栓溶解剂，评估超过3成患者会当复原独立生活。不过，现代心脏外科医生林宝燕为了提升患者的存活率、减少血流，搁在脱掉的相关病症，5当前经自行研发，将超音波介入治疗，对人体试验到现在相当顺利成功，希望做好搁较侪患者。人体一旦血流通常拢是重大疾病前兆，不管是上只看到静脉栓塞，或者是较严重的动脉栓塞，一旦无把黄金时间疏通，拢有生命危险。对此，林宝燕医师5当前的自行研发，将降压用的超音波运用伫医疗，同时一步一步接上导讲，达到将血角化成血水，安全够效率。超音波本身来讲，它可以有效的把这个血栓的外面的这个包覆的这个叫做纤维蛋白把它有效的打碎。那打碎之后，我们的药物才能够跟这个血块当中的这个
有所谓的这个溶血酶原结合，那这样子这个血块呢，本身就会从块状的东西、固体的东西变成液状啊。所以用超音波这个溶栓的最大好处就是说，它不但可以溶栓，而且它不会造成小颗粒，它是真正把固体的东西转换成液体，然后有效的就可以从身体排除出去。这跟过往的一般的方法是非常不一样。以前的这些溶栓的东西，它虽然也有用一些机械的东西去打这个血块，但是它只是把大分子打成小分子，但是它基本上还是一些颗粒的东西。这些颗粒东西如果跑到更小的血管，还是会产生阻塞，所以这个不是好方法。所以我们用这个超音波本身来讲，就是免除掉这样的一个困扰，这样。经过5天来运用，第一时间都要成功挽救这些患者的性命。该超音波疗法会当适应的病症嘛愈来愈快。现在用这个所谓的超音波的这个血栓溶血疗法它可以用所有的这个血栓疾病都可以。那包括我们那个动脉栓塞的病人也可以使用。静脉栓塞当然是现在卫福部许可是一定可以使用的。那将来就是说，还有就是说，在一些所谓的脑中风的病人，比如说他如果是颈动脉有栓塞，我们可以用这个东西，这个样的一个工具来帮助他清除血栓，预防他再一次的发生脑中风。所以它可以使用的那个应用范围是非常的广泛。虽然治疗有成，不过伊家面努力的，竟是要累积临床的经验，降低一摆自费至少要10万块的负担。第一新闻君及郭博义采访报道。但市政府为了推广英语成为第2官方语言，今年暑假首次结合教育局甲图书馆推出听英语讲故事活动。不过因为场处甲人员的限制，引发不少家长反弹。想透过这位国民党籍议员召开记者会，希望主办单位提出改善办法。由市府第2官方语言办公室主办，结合市府教育局甲图书馆协办。听英语讲故事，暑假1点活动，因为受到场处甲人员的限制，引发不少家长不满，而向议员反映。对此，议员蔡淑慧、王家珍、洪玉凤甲李中琴上午联合召开记者会，并且邀请相关单位寻求改善的办法。全台南市2、3、4、5这4个年级的学生人数到底有多少？我怎么样在这个暑假之内能够完成10次的这样的一个盖章？能够完成这样的一个10次的盖章？我们看到我们的图片，家长在那个故事演讲之前，可能10点半开始，他8点要去排队，结果一次只能容纳70个人。我排到71号，我还不知道，傻傻在那边排到时间到了，原来我第71号不得其门而入。这种状况让家长非常非常的反弹。袂当互因打电话来预约，也袂当上网去报名，一定爱去到现场。现场一个场才会当70个尔。你想看全台南市，你要求伊来做这个暑假作业，这学生的人数，你敢会当甲因算一个比例互阮听？70个34个场处，结果咱的学生有偌济人所以你说好像。也可以不要，也可以要。那这样子不是虚应其事吗？这样子是什么样的设计？我们不懂。对此，市府第2官方语言办公室副主任田宁湖表示，因为今年第1届办理，想要到民众欢迎热烈，协办单位图书馆长洪玉珍也表示，推广英语故事主要鼓励小朋友阅读，未来会增加场次，或者是找更加大的场地来办理。毕竟图书馆的空间有限，所以我即使把它全部都挤进去，品质也不好。所以我们有跟家长做一些道歉那我想可能是因为一开始我们没有预期到这样子，然后接下来我们的一个因应措施，除了说借书也可以集章之外，也是鼓励他阅读现在我们全台南市的阅读力人均阶测试是全国第2的那我想说鼓励孩子阅读，我也看到家长对孩子的重视那除了这一点之外呢，我们也就跟各区图来协调，
第一个是不是可以增加场次？好，就像刚才说的，我们就已经增加到134场了哈。那也另外让山区呢，那地方也都可以办理。那第三点呢，就是请区图呢尽量去协调，能不能找比较大的场地？至于民众报名方式，主办单位也将开放线顶报名，避免家长现场排队浪费时间。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今年公历7月27是咱天府文兴圣地圣诞对站主席开始，咱天府的举办盛大宴王庆典。今年不但以摆宴的方式增加媒介创意，所邀请国家团嘛特别演奏轻松乐曲，和宴王嘛对着时代潮流。文兴圣地圣诞千秋万寿的大日子，咱天府特别用心举办，对早暝主席就开始一连串的庆祝活动。今年伫咧设计宴王摆放的方面，要侪无同款的创意，雕花冬瓜甲两粒加了圆圆的丝瓜，互规道的酒色气势更加澎湃。另外，国乐团演奏的曲调也以轻快为主，互宴王庆典的气氛更加欢乐，对着时代潮流。咱的主神南天门先来讲呢，今仔是圣诞万寿佳期啦吼。当然每一年咱委员会嘛拢准备这宴王式，但是今年呢特别有邀请到咱的东区区长吴明熙地主做伙来伫遮这个那个宴王式的这个接受啦吼。当时咱嘛今年有一个转变，就是呢这个演奏国乐来做这个宴王式呢来助兴，但是咱今年的国乐有较无同，就是较新社会潮流化所以会当带动着这个宴王式伊的这个较有这个火气啦较有这个活力这师兄师姐南天府的师兄师姐，大家足热心足发心来参与。同时，庙方也要向信众有先通知，对农历7月1号特别举办的送金礼찬，以及农历7月14号重要的天地人3届8节普渡大法会，会当帮助祖先在天之灵正升定位，也当累积无上的功德，邀请信众前来参拜。咱新闻网站张文忠采访报道。先新闻一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药物成瘾会使大脑神经传导物质分泌异常，结果脑内的小兵成天只想着吃药，不想好好工作，身体思考都罢工，行为不受控制，还会有耐药性戒断症状可引。被查获前主动寻求协助的病人不必担心法律刑责。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咸西是台湾历史的守护神，也是代表安平的吉祥物。安平区公所为了推广棒球运动，并且结合减赛意向，将伫8月5号到7号举办第1届安平减赛杯棒球邀请赛。到时将来自全台12支队伍参加，邀请市民到时做伙来为选手加油。由安平区公所甲社团法人台南市万寿旅球协会共同举办第1届安平减赛杯棒球邀请赛，8月5號將伫安平文中66甲文小45場地舉行。以上5個活動記者會，主辦單位除了邀請儕贊助單位共同參與，而且這屆活動也特別用力減賽多停，不管是 T 恤、獎牌，甚至是選手的便當，也攏做成棒球的菜色，相當吸引人。棒球是我们台湾的国球，我们也希望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可以培养出下一个台湾之光。那为什么叫健师杯？今天看一下我今天穿的衣服就是健师的造型，因为我们安平最有名的就是健师。那我们在这一次的活动，所有的活动通通都跟健师有关哦。第一，会给每一位小朋友一件健师的 T 恤。再来，我们的奖杯也都是健师，
还有我们会提供健思水给大家。我们这一次的活动的亮点就是棒球便当，因为不想说随便买个便当给小朋友吃，那我希望小朋友来参加这一次的活动，会留下美好的印象。那我们就做了一个棒球便当，请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鸡腿代表的是球棒，然后这是苏木软做的一个球，然后手套是炸肉做的。那后面的花椰菜代表的是我们的外野，然后我们小豆干这个是我们的本垒板。不知道你们看出来了没有？伫石门国小太鼓队甲安平平安创意馆的竞赛布袋戏表演之下，现场吸引累积的球员参加。报名队伍有来自桃园、台中，也有高雄等12支队伍。第3天赛程结束，主办单位佮安排安平导览活动，互外县市的小朋友进一步认识安平竞赛在地文化。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高龄80岁区梅阿嬷已经伫北区的大德新村市场卖过卖了50档。虽然现在市场已经拆除，但是每到假日也是会来阮市场卖过。嘛因为阿嬷的过用了实在，介绍功德，累积真侪老顾客。一个一个用塑胶袋所包起来的粿，看起来素素啊，真简单，但用料实在，也包含着区梅玉阿嬷的用心。以及持续50档的好滋味。对少年时阵就开始伫咧北区大道新城市场卖过，至今就算市场已经拆除，每逢假日，阿嬷也是会对安南区转来到老所在卖过。啊，我早头就会遮卖惯时啊。啊，大去80岁啊，安敢会伤忝？袂啦，啊，阮囝载我来，啊，遮济啦，啊，无拄着啊啦，较会忝啦。吼，要食3顿嘛是拄着啊吼。加减仔个迄个。加减仔斗骹手啊。冬天卖甜粿，热天卖菜头粿甲肉粿，一个50块的价销相当满意，也因为实在好食，累积了侪市中的老顾客，往往排单啊短2-3点钟就全部拢卖了。因为大家支持，也互这个在地好滋味会当继续流传落去。台南新闻网号张伟忠采访报道。1988年对北海道创业的山头火拉面，因为特殊的风味打响名号，目前伫国内甲国外总共50多间分店。上有伫台南百汇第1间分店嘛正式进驻，要来抢占台南的美食地图。在咧协政府设幼儿园小朋友的热情表演之下，由北海道创业、日本直营的山头火拉面店正式进驻后火车站知名百汇。日本业者也亲自来到现场参与这场盛会，现场客满济逗闹热的民众，做伙观赏精彩的上菜秀。代表市府的民政局长也对山头火这间新店的开幕感觉万分的期待。台南其实是这个台湾的美食之都哈，所以每一个人的嘴都很挑。那相信经过台湾人挑了之后的这个山头火拉面，相信在台湾应该会越来越棒哈。那这个山头火拉面在台湾每一家店都是直营哈，所以等于是它的品质跟日本都会是一致性的。一开幕，济贵宾就抱着欢喜的心情进入店内。一夜头就看到山头火上界有名的布丁拉面墙，同时也因为山头火拉面董事长对八田羽衣特别敬重，所以选定台南作为山头火第5间直营店的所在，并特别邀请嘉南国小34位师生做伙享用美味的中昼顿。他不晓得八田羽衣还有创立一个嘉南国小。所以也带他去参访这个嘉南国小。那当下他就决定把山头火的拉面店开在乌山头，所以才创造出说今天这个山头火在台南大圆柏这边开幕的这个机缘。半开放式的主架空间，让民众在一面用餐的同时，可以当欣赏到师傅用心料理的模样。店内包括味噌拉面、酱油拉面，拢是特有招牌。同时，日本的做法，佮加上在地台南的食材，将会发出
更加互人惊奇的口感。我们台湾的面呢，我们是用台湾的小麦粉去做的。那我们所有的材料都是用台湾的，但是我们用台湾的做出日本的口味，所以呢，那它的面条会比日本的还要好吃，这是我们社长保证的。源自北海道的拉面，让台南这个美食之都变得更加丰富。同时也欢迎民众前来品尝、体验日本拉面的美味。咱的新闻网站张伟忠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现在是这份午后低站雷阵雨天气，温度28度到33度，落雨记录3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6级。感谢收看7月27日中嘉台湾电视新闻，咱再会。